伫郭爸爸、甲郭妈妈以及教练的陪同，郭冠宏带着2023年世界青少年桌球锦标赛的3面奖牌，透过立委陈廷辉、甲议员陈怡贞、周丽珍共同献奖给台南市。不过，伫个献奖的过程，立委陈廷辉嘛为台南的桌球馆来请命，希望会用加强桌球馆的基站、训练站的设施。今天也就是要为我们这个来献奖哦，但是今天要献什么？献给我们台南，是要献给我们台南。为什么我要这么沉重？一方面献奖应该是很开心的，但是呢，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来献奖给台南？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要为台南的桌球请命。我们要请命什么？我们要请命我们基层训练站哈。那现在场地我们就回来了。好，所以基层训练站，我觉得没有其他的遐想，然后我觉得应该就是要全力协助，然后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宿舍的部分，然后就是说在宿舍的部分，因为一定要有整体性，因为没有宿舍，其实它真的不是一个训练站，因为只是一个打球的地方，不是我们要的，我们希望是我们希望秉持过去林忠雄老师一直讲的，林忠雄教练一直讲的，我们选手。他训练的不是只有球技，而是他的生活起居跟品性。这一次今年全运会我们整届的主要是场馆，就是场地这边而已，宿舍这边还没有。所以因为我们有很多外地的选手来到这边来，所以住宿现在是我们比较需要解决的一个怎么讲？的需求。立委表示，台南是全国桌球的重镇，过去的成绩曾经伫个全运会拿下23连霸。不过，伫个桌球馆委外以后，就中断。因此，上午嘛邀请体育署的官员，希望争取桌球基站训练中心。对此，体育署嘛回应，只要市府提出计划，中央一定会全力来协助。那有关基层训练站的部分那当然基层训练站是由地方来设置、辅导设置那台南市桌球馆纳入基层训练站这个部分假使我们地方政府这边经过地方政府的评估，认可是没有问题的话那到时候就一并提计划送到我们体育署这边来做审查，我们会给予评估协助，这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刚刚委员有特别提到那个宿舍的那个部分事实上，如果当桌球训练馆被纳为我们基层训练站的话那后续也可以循着我们的那个基层训练站改善训练环境、器材设备的那一块。其实改善训练环境那边有一个部分是针对那个住宿环境的一个改善，那个部分到时候也经由地方政府这边一个评估 OK 之后一样可以提计划送到我们体育署，我们体育署这边会来审查、评估、协助。上午出席的除了小选手郭冠宏，还有桌球的教练黄胜胜、蒋鹏龙，以及台南桌球委员会副主委吴文佳，甲总干事冯胜清等人。因除了欢喜看到桌球馆的收费经营，同时嘛希望未来会用个争取更较侪经费，培训选手，为台南争取更较侪公营。台南新闻联跟采访报道。